各位好，我係 Jason 啊。今日咧想同大家咧分享一啲賽馬嘅冷知識啦。咁咧大家成日聽到話打比大賽，究竟打比係啲乜嘢嚟嘅咧？係咩意思咧？咁打比英文係 Derby，D-E-R-B-Y， 係一樣咧賽馬嘅盛事，通常咧每年會舉行一次。咁呢個名稱嘅淵源咧係嚟自咧英國咧葉森打比，葉森係一個地方啦。咁喺1780年咧，以愛德華史密斯史坦利咧第12代打比伯爵咧係為名嘅呢個賽事。咁理論上咧，一匹競賽嘅馬咧，一生人咧只能夠競逐一次打比嘅機會嚇，因此咧打比咧係賽馬其中一個咧最高嘅榮譽。咁根據咧英國葉森打比嘅規則咧，傳統嘅打比咧係由3歲馬匹咧競逐1里半嘅路程，即係2400米。1里咧即係1600，係啦。我哋成日聽到1里就係1600，係啦。咁世界上咧大部分地方舉行嘅打比賽事咧，例如愛爾蘭啦、日本等地咧，都會遵照呢個傳統嘅。但係有啲地方，例如香港或者以前嘅澳門或者新加坡咧，就唔遵從呢個規例。因為點解咧？因為香港本身咧係冇自己培育嘅馬匹嘅。咁英國有啦，而家日本有啦，美國有啦，歐洲啊、澳洲啊好多地方都有。但係咧香港嘅馬匹咧，全部咧都係入口嘅。咁所以咧就係如果3歲跑，好多時啲馬都係2-3歲引入，咁都需要啲時間去培育啊。去到呢個操練啊，去到成長啊，咁所以咧香港嘅打比咧反而咧就係將嗰個歲數咧係定喺4歲嘅。咁所以咧有機會咧一生人咧有啲馬匹咧，例如喺海外跑咗一次打比，再去香港跑多次都有機會嘅。咁所以香港嘅打比就4歲，其他如果本身係有培育馬匹嘅地方咧，就係跑3歲嘅啊。咁咧世界上咧有好多著名嘅打比咧，例如頭先講啦，就係第一項嘅打比賽事葉森打比咧，又稱為叫做英國打比。咁另外美國咧就係有呢個肯塔基打比，係啦，就係美國咧3冠賽事嘅頭關賽事。咁咧而澳洲咧亦都將佢哋嘅澳洲打比咧作為咧澳洲咧3冠大賽嘅尾關嘅賽事。咁打比嘅賽事咧，一般咧係唔會限馬匹嘅性別嘅，紅馬、雌馬、閹馬都可以參加嘅，係啦。咁但係通常主要都係由3歲嘅紅馬參加啦。而喺外國咧，如果係雌馬咧，可以參與咧另一個純粹係俾雌馬參加嘅比賽咧，就叫做橡樹大賽啦。咁咧呢個咧大家都可以聽到啲橡樹賽咧，就知道咧佢係俾雌馬去跑嘅，係啦。咁就香港嘅打比咧都係香港其中一個盛事啦，咁樣亦都咧係獎金非常之高嘅。咁所以咧每年咧都係即係好多馬匹咧都希望咧3歲馬開始去培育，4歲咧就去即係希望咧爭取高一啲嘅分數咧去到參加咧呢個香港打比，係作為咧人生一個咧最難忘嘅一個賽事。咁而香港馬主咧都係以獲得咧打比，或者應該咁講，全世界嘅馬主咧都係以即係佢個馬匹獲得打比咧係為榮嘅嚇。咁所以就下次咧再有打比嘅賽事咧，大家都可以去留意。咁剛剛星期六咧就應該琴日咧就跑咗維多利亞打比嘅，咁都係其中一項咧矚目嘅打比嘅賽事。咁下次大家有相關嘅賽事咧，除咗香港之外咧，海外嘅打比咧都好值得留意嘅。我細個嗰陣時，即係中學嗰陣時咧，睇其中一場好深刻嘅打比咧，就係葉森打比，係非常之精彩嘅一個英國嘅跑馬嘅賽事。咁大家咧有機會咧都可以留意下啦嚇。咁今日咧嘅分享咧就嚟到呢度。咁如果大家中意我哋嘅內容咧，請大家 subscribe 啦、share 啦、comment and like。咁同埋咧撳一撳個鐘仔，當我哋有新嘅片段出嚟嘅時候咧，咁大家可以即時可以睇到啦。好多謝各位。